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路得记第2章1到9节，罗马书第3章21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合宜的关系。我们常常开玩笑说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有关系。这通常在指一个人他有良好的社会关系，并且在很多地方或是很多事情上面，别人呢行不通，但是这样的人却可以透过人际关系来打通关，非常的有办法。那么我们如果从较负面的说法来讲，则有一些不应该成就的事情，却因为关系而可以走后门来达阵。关系有负面的，也有正面的。圣经告诉我们必须有合宜的关系，不是特殊的关系或是所谓的不良的关系。这个我们还是要提到跟道德伦理界限有关系的哈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寸。亲密的关系是我们需要去建立的，与人与上帝但是不合宜的关系则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，无论是对朋友家庭公务的关系甚至教会间的关系。我们昨天的主题谈到的圣所这样的概念，我们已经有说过了，这个圣所的概念不是指某个特殊的物品或是地方。这也是为什么天主教常常被批评，因为他们对于圣物、对于人的尊敬，很多时候都太超过了。圣所应该是一个与上帝合宜关系建立的那种关系或是地方。例如昨天的路得记记载了路得跟他的婆婆拿俄米所说的这样话，他说：请不要叫我离开你，让我跟你一起去，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，你住在哪里我要住在那里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，葬在哪里，除了死，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。要是我背誓，愿上主重重的惩罚我。从这样看来，对路得而言，跟着她的婆婆就是一个委身，不但是因为之前婚姻的委身，更是一个很清楚敬拜上帝的委身，因为他说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那我们再看他们讲这样的对话的时候，是在摩押，所谓的外邦的地。在摩押的路得，基本上呢，他已经进入了圣所，不需要在耶路撒冷城圣殿里面，或者需要去制作一个 tabernacle 才能代表是圣所。其实路得他本身透过他的决志告白，他已经跟上帝建立了合宜的关系。也因为他与婆婆与上帝合宜的关系，因此上帝就在后续的生命当中
赐给他福分。我们如果再继续看路德记，记载路德跟波阿斯的关系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伦理的界限跟分寸。但是今天的经文则告诉我们有关于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。路德是一位外邦的女子，虽然她跟犹太人结婚了，但是传统上以色列人仍然是排外的。从波阿斯的作为上面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。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田主，就对他的仆人大声小声，反倒向他们请安，好像他的仆人就是他的朋友一样。他又告诉仆人要善待这些柔弱的寡妇，并交代他们要善待这些人。然后他又转头亲自告诉路德，听我说，小姑娘，你不用到别人的田里去捡麦穗，就留在这里跟女工一起，看男工到哪里收割，你就跟着女工捡拾。我已经吩咐我的男工不可欺负你，你渴了就到水罐那里喝他们打来的水。对于一位妇女，一位外邦的女子而言，波阿斯所做的已经超越了，远远的超过了一般人会做的事情。我们回到他跟路德的对话当中，我们略可探知当时候的文化跟做法。他说，我已经吩咐我的男工不可欺负你。这句话似乎告诉我们，当时候柔弱的女子被男工欺负是一种常态。因此波阿斯他主动提及，并且保证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对于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们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呢？当然是不能跟这个以色列人排斥外邦人一样。路德向波阿斯所说的话，就是代表了这一切。上帝所交代合宜的关系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这么好，这么关心我一个外国人？波阿斯这样的回答他，他说，你丈夫死后，你对婆婆的种种孝行我都听见了。我知道你离开了父母和自己的乡土，怎样来住在一个陌生的民族中。愿上主照你所做的报答你，愿以色列的上帝，你所投靠的上帝，厚厚的赏赐你。相反的，那一位没有跟着来的，没有维持这样合一关系的俄尔巴，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到上帝厚厚的赏赐。罗马书是保罗面对罗马众多的外邦基督徒的一个书信，他写信劝勉提醒他们，上帝要使人与他有合宜的关系，并不是因为摩西的律法，更不是因为选民的身份，而是这些未信基督的人，他们能够来相信。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只要在信仰上面明白告白耶稣基督是自己的救主，这样的人就必能够
跟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，这样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因着信，路得决心要跟随拿俄米回到犹太地。虽然从人的眼光来看，这样的跟随是没有希望的，但这却是路得他自己的决志。他决定要跟随拿俄米来敬拜上帝，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最后，我们再用诗篇146篇，我们一起来阅读，一起祷告。要赞美上主，我的灵啊，你要赞美上主。我有生之日要赞美他，我要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帝。不要依靠世上的首领，不要信赖必朽的人，他救不了你们，他们一死便归为尘土，他们的策划当天变成了泡影。那得到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！那投靠上主他的上帝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他始终持守他的诺言，他为被欺负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，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，使盲人能够看见，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他爱惜正直的人，他保护寄居的外人，他扶助孤儿寡妇，但要挫败那恶人的诡计。上主要永远作王，锡安啊，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，要赞美上帝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与你建立合一的关系，透过我们跟人合一的关系，懂得如何去爱人，而表达我们跟上帝已经建立合一的关系。愿主的慈爱怜悯同在，阿们。